今天又自己吃饭的一天，简单吃点。今天煮的软软透骨，好吃，来点韭花酱。这个好吃。这配上韭花酱，味道就不一样了。这贴骨的好吃。再来一块。还得配点饼。哎，今天的温度呀还差一点，再热一会儿就好吃了。看拉的丝，有股奶香味，满嘴都是。我们内蒙古人啊，也是吃主食的，只是做起来比较麻烦，没有煮的那么方便。